大家好，我係紋身人妻，歡迎你嚟到世界與我引導冥想練習。唔知你有冇同感？有陣時，就算有好多人在身邊，或者你身處熱鬧嘅地方，都有機會覺得自己好似孤零零咁，好似雖然做緊日常嘅嘢，但個人好似飄飄地、浮浮地，唔係好喺度咁。如果你試過咁樣，哪怕只係一陣間，你覺得想飄走，又或者覺得外面太快、太亂、太讓人不適，喺咁繁忙急速嘅世界入面，間唔中有呢一種感覺，其實係好正常㗎。今日呢個練習，我哋可以幫你連結返你自己，就係停一停，唞一唞，俾自己慢返落嚟，感受返一啲成日都喺度，但係又俾我哋忽略咗嘅嘢。你個身體，你嘅呼吸，你有心跳，仲有一個事實就係你而家喺度仲呼吸緊，生勾勾喺一個運行緊嘅世界入面，人生難得。一陣間我會帶你先由專注力從頭腦轉移返去身體嗰度。我哋會做少少深呼吸，去靜心一下。我會講少少關於連結嘅嘢，最後我哋會試下打開自己嘅心，感受下周圍嘅世界，慢慢沉入去潛意識，去連結你自己內在同埋外在嘅世界。無論你而家係坐低緊定係瞓低緊，請你揾一個舒服嘅位置。呢一段時間係你嘅私人療癒室，嚟緊嘅半小時可以靜靜放鬆休息一下。如果覺得舒服，可以輕輕合埋眼，將注意力放去你嘅身體感覺嗰度，感受下你身體嘅重量係點樣俾下面張床或者張凳承托住嘅呢？留意你身體掂住嘅地方。你對腳啊，你個背脊，你對手放鬆咁擺喺度，隨住你每一次嘅呼吸，感覺到自己慢慢沉澱落嚟，膊頭鬆一鬆，扭下佢，牙骹放鬆，眉心放鬆，雙腳由得佢發軟。而家再輕輕咁將注意力帶去你嘅呼吸，留意下你嘅呼吸。你呼吸係深啊，定係淺啊，定係快啊，定係慢啊，全部都可以。感受下啲空氣吸入嚟嗰陣涼涼地，呼出嚟嘅時候暖暖地。如果你個心走開咗喺度諗嘢，好正常嘅。每一次你發現自己走開咗，其實你又醒咗。當你發現嘅時候，你可以輕輕咁將個注意力帶返去呼吸嗰度，呢啲就係冥想練習啦。個心一走開，你一發現咗就返去呼吸，
重複又重複，就可以練習你嘅肌肉啦。古老智慧有句話：萬物相連，無一獨存。意思係冇嘢可以完全靠自己存在。一棵樹需要太陽、泥土、雨水先能成長。一個波浪需要海洋同埋風先吹到個浪出嚟，而你需要呼吸嘅空氣，需要腳下嘅土地，需要身邊嘅世界，去令你感受你嘅身體。連結呢樣嘢並唔係創造出嚟㗎，連結本來就喺度。問題係我哋唔記得咗，有時忙起上嚟，或者一緊張起上嚟，就會覺得自己好似孤立無援咁。但係而家喺呢一刻嘅安靜入面，你可以記翻起，你同呢個世界係連結住，缺一不可嘅。冇咗你嘅世界就唔存在㗎喇。所以你係好重要嘅。保持深呼吸，好好。我哋一齊練習下點樣記翻起世界與我嘅連結啊！用你嘅呼吸做錨點，慢慢開始擴闊你嘅覺知，由呼吸開始，將注意力打開少少，包埋成個身體。而家再擴闊啲，你可唔可以留意你周圍嘅空間？繼續係眯埋住眼嘅，喺黑暗中，可唔可以感受你皮膚上面嘅空氣係涼涼地啊，暖暖地嘅？你嘅皮膚上面有冇接觸到任何衣物？你會唔會感覺到布料嘅質感？再轉移到耳仔嘅聽覺，注意下你身邊所聽到嘅聲音。你能唔能夠分別到乜嘢聲音最接近你，而乜嘢聲音係離你最遠嘅呢？然後再遠啲，你嘅覺知試下可唔可以再伸延出去，依然係眯埋對眼。你試下可唔可以喺腦內幻想，你能夠掂到或者睇到你身處呢一間房嘅牆呢？如果可以，試下由天花板擴展到
上面可以見到成個建築物。幻想你飛咗出去外面條街嗰度，睇下上面嘅天空。今日嘅天氣如何啊？而家係日頭定係夜晚呢？你喺度呼吸緊，聽住冥想影片嘅時候，所有嘅呢一啲嘢都存在喺度。吸氣，個世界同你一齊吸入；呼氣，個世界同你一齊呼出。你唔係孤單一個，從來都唔係孤單㗎。好好，繼續保持呼吸放慢，身體放鬆，好舒服。就咁樣安坐喺呢一個房間裏面，被呢一種舒服嘅覺知包圍住你。喺呢個短短嘅時間裏面，有冇發現原來你已經慢咗落嚟？你連結返同自己嘅身體一齊，你個心已經打開咗，能夠感受返周圍嘅世界。呢一種就係連結嘅感覺。跟住落嚟，我會講幾句肯定語。如果你有共鳴，可以默默咁跟住我講，又或者喺個心入面同自己講，又或者就咁聽我講都得，慢慢滲入去你嘅潛意識嗰度。我存在於此時此刻，與世界一同呼吸。我不孤單，世界與我從未分離。我嘅心可以安靜，我嘅世界可以遼闊。即使獨處，我仍然與世界相連。我屬於呢度，屬於當下，屬於這個世界。世界透過我嘅呼吸進入我內心，我透過我嘅存在回應世界。孤單只係一瞬間嘅感覺，連結才是永恆嘅真相。
而家慢慢將你嘅意識返嚟，我哋準備要起身，深深咁吸一大啖氣，再用口放聲呼出，打個喊咯，仲正啦！輕輕咁喐下你啲手指啊、腳趾啊，扭下啲手踭啊、腳跟啊，再吸一啖長少少嘅新鮮空氣，呼出嚟嗰陣，再伸個大懶腰，喐下個膊頭，扭下個膊頭，慢慢轉下個頭，左右，喐下你啲手腳，聽下周圍嘅聲音，感受返你呢個房嘅空氣。而家雙手互相捽下，等你嘅掌心磨到暖暖地，然後將掌心掂住對眼，感覺你對眼暖暖地。感謝你今日送畀自己呢一段空間靜心，連結你嘅內在與外在世界，向自己微笑，向宇宙微笑，講聲多謝，多謝你自己。當你準備好嘅話，你可以喺掌心裏面慢慢擘大對眼，再慢慢移開手掌，眨下眼望下周圍，感受下你身體而家點啊？有冇覺得輕咗、舒服咗？有冇覺得 connect 返少少啦？係咪覺得好平靜呢？呢一份平靜嘅感覺，你可以帶走㗎。以後如果你突然感到孤單，可以返嚟做呢一個練習，去連結返你嘅內心同埋外在世界。Namaste。